你有冇試過喺一個完全陌生嘅地方，俾一個素未謀面嘅人送咗一朵花俾你呢？哇！呢件事就係我哋喺葡萄牙、西班牙11日之旅入邊發生咗。呢次旅行呢，我哋唔止係打卡影靚相嗰種，純粹係想食多啲、行多啲、慢活一下。結果仲撞正一個好特別嘅日子，等我由頭同你講起啦。首先要面對嘅第一個難關就係要坐成10幾個鐘嘅機程。不過見到波圖啲大廈、啲建築物咁靚嘅色彩，啲磚牆藍藍白白，哇！同香港灰灰沉沉嘅街景完全係兩個世界。講到葡萄牙，一定要講蛋撻嘅故仔。其實蛋撻咧係源自於里斯本，聽講以前嗰啲修女咧成日都用蛋白嚟燙衫，令到啲衫可以直啲，搞到剩翻晒嗰啲蛋黃咧就冇用。咁但係又唔想嘥咗佢，咁索性咧就整咗蛋撻出嚟啦。不過講到波圖啊，我始終最中意咧，始終都係河邊 Ribeira， 沿住呢條河慢慢行，聽住音樂，兩邊咧高高低低五顏六色嘅大廈咧，好似砌積木一樣咁靚。特別係咧，你要趁日落嗰時候去，真係浪漫到爆。仲有唔可以唔提嘅咧，就係全世界最靚嘅書店之一——萊羅書店 （Livraria Lello）。入邊呢條螺旋形嘅樓梯同埋啲木雕咧，真係靚到嚇死人啊！聽講咧，哈利波特嘅靈感咧都係嚟自呢度㗎。嗱，不過提下你啊，依家入去咧係要買飛嘅，仲要跟住個時間再排隊入去嘅。不過唔使驚，呢個入場門費嘅錢咧係可以買書嗰度扣翻嘅。講真，我覺得真係值得入去參觀一下嘅。去到里斯本啦，一落火車，上咗的士去我哋嘅酒店啦，感覺哇咁得意嘅，已經要上上落落。開頭咧，我哋仲以為個的士特登兜路行，但係原來唔係㗎。里斯本咧本身已經係由好多個山組成，咁所以好自然咧架車係要上上落經過啲山，要落翻平地，又上翻山，先至去到我哋嘅酒店嘅。而我第一個感覺已經係覺得哇好內卷，因為好多條街咧都係單線行駛，變咗咧啲車兜嚟兜去，掉頭又掉頭。正正咧就係因為咁樣，你就可以慢慢咁樣欣賞每條街啦，亦都可以好好保留呢啲小街小巷嗰種好地道嘅感覺。上上落落，彎彎曲曲係好有味道嘅。而喺里斯本咧，我最推介一定係坐呢一架28號嘅電車。可以用到最平嘅價錢，唔使行斷腳就已經可以兜晒成個里斯本大部分嘅靚景啦。嗱，不過咧你都要有心理準備，因為遊客咧多到咧成架電車好似沙甸魚罐頭一樣。所以我嘅建議係，如果你諗住去拍片啊、影相嘅話咧，一定要由起點開始出發，坐一個靚位，由頭坐到尾，大約係20至25分鐘左右啦。今日咧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，因為成街咧都派呢啲嘅紅色嘅康乃馨。究竟係一個咩日子？係一個咩節日咧？原來今日4月25號就係佢哋慶祝佢哋得到 freedom、得到自由嘅一日啦。咁推翻好多年前啦，1974年嘅時候咧，原來啊 Lisbon 一直都係獨裁嘅。咁後嚟就係嗰一日啦，4月25號，成班嘅軍人咧好感動，佢哋咧係聯群結隊推翻咗呢一個嘅獨裁啦。但最特別嘅地方係咩咧？成班軍隊一粒子彈都冇射過，一個人都冇傷過，亦都冇死過。反而咁啱，原來當時有間餐廳有個女士咧，佢哋慶祝佢哋1週年開餐廳，咁所以咧佢哋有好多呢啲嘅康乃馨。結果佢喺街上面見到每一個軍人，佢就送一支康乃馨俾佢哋。最後係點樣啊？每個軍人支槍入邊都唔係子彈，係一支康乃馨。而嗰一日，佢哋就係唔再有呢個獨裁，佢哋終於得到民主嘅自由啦。咁所以今日咧好瘋狂喺條街度，多人到不得了，個個都好開心，個個唔係戴呢啲康乃馨嘅耳環，就係整個襟章或者係派花。咁所以今日係非常非常之開心，亦都係好感動嘅一日咯。即係另外喺 Lisbon 咧，一定要試下呢一間嘅豬扒包。哇！首先咧，佢係一個好大嘅煲啦，一路煮住啲豬肉啦。我心諗，哇！佢煮咗咁耐，啲豬肉會唔會已經係硬晒？呢個豬扒包係超好味，啲豬肉係好腍，
好腍，跟住再加埋密實醬係一流超正。而講開蛋撻，其實里斯本咧都有自己嘅王牌，就係最出名嘅 Pastéis de Belém 啦。咁顧名思義啦，呢間蛋撻店就係喺 Belém 呢一個位置啦。呢個咧就同波圖嘅版本咧形成咗呢個南北蛋撻之爭啦。到時咧，你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，你覺得邊個先至係真正嘅贏家啦？今日咧，我哋就 join 住一個 day trip， 就坐住一個細細嘅車咧，沿途咧一路貼住個海行啦，經過啲好靚嘅景點，最後去到 Sintra， 到達咗我哋嘅 Peanut Palace 啦。呢一個皇宮咧係色彩繽紛啦，五顏六色嘅城堡，原來咧係19世紀一個好浪漫主義嘅建築嚟嘅。其實咧，企喺山上面咧，好大霧啦，都有少少咧感覺自己喺童話世界入邊嘅場景，所以咧，我覺得係好值得嚟嘅。離開咗葡萄牙咧，我哋就去咗西班牙嘅馬德里啦。咁喺馬德里咧，基本上就係不停咁樣食 tapas， 甚至乎咧，我試過有一間餐廳咗3次，去到第3次咧，個侍應都開始認得我哋啦。點解我去咁多次咧？完全就係因為佢嘅甜品，佢嘅甜品咧又平又好食，我真係念念不忘。食完第一次已經諗住聽日咧朝頭早已經想再嚟食第2次啦。而到咧西班牙嘅小食 tapas 嘅來源係咩咧？原來咧好耐以前啦，嗰啲人咧就好中意飲啤酒，咁啲男士咧飲完就醉醺醺啦，就成日打交，咁所以咧佢哋嘅政府就喺度諗，咦，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冇咁容易醉咧？就係食啲嘢，再飲酒就冇咁容易醉啦。所以咧政府咧就叫啲餐廳咧去整呢啲咁嘅小食 tapas， 細碟細碟，又食下又飲下，又食下又飲下，就冇咁容易醉。咁漸漸咧就變成咗西班牙嘅文化啦。咁所以咧，基本上你去大部分嘅餐廳咧，佢哋最出名咧就係 tapas 啦。當然喺 Madrid 一定要試呢一個 churros， 仲要係點朱古力醬。呢一間餐廳咧真係非常之犀利，行一行左邊又係佢，右邊又係佢，轉個彎又係佢。最勁係咩咧？嗱 churros 普普通通，但係咧呢間餐廳最勁係佢嘅朱古力，你睇下佢係咁樣上係一杯咁樣飲，即係話你最尾如果點晒啲 churros 仲有剩咧，就咁飲。咁而家試下係咪真係咁好味先？哇！嗱，首先咧呢條咁幼嘅油炸鬼啦，已經係 feel 到係好脆嘅，但係佢又唔油膩喎。點下佢呢個朱古力先？哇！呢個朱古力唔甜，好香朱古力味。哇！一定要試呢個，食過翻尋味，我諗日日都要食，一串先夠。哇！喺我身後邊咧就係 Toledo 啦，杜麗多古城。呢個地方係非常之靚。如果你嚟到 Madrid，一定要嚟。好簡單啫，喺 Madrid 搭一程大約半個鐘嘅火車啦，之後行大約15分鐘就嚟到我背後呢個古城。入到去呢個古城，坐住呢個小火車可以遊覽成個古城。喺出邊睇又得，喺入邊睇又得，非常之靚。入邊咧簡單啲嚟講，就好似一個迷宮。或者可能好似香港嘅九龍城寨一樣啦，哇！啲路咧係跨嚟跨去，好難兜出嚟嘅。咁但係佢靚就係佢全部保存得好好，每一嚿磚每一嚿石睇落都仲係好新淨，所以咧係非常之值得嚟呢度嘅。你見到呢個古城咧好特別，因為佢咧係一條河流喺呢度嘅，因為咧佢就係好似一個護城河咁樣啊，嗰啲敵人咧係好難可以入到呢個城，所以咧佢亦都保存得好好啦。你見到佢有幾條橋咧去包住呢個城嘅。而你唔好睇少呢個城喎，入邊係好多餐廳、好多商店，同埋好多唔同嘅教堂咧，係去俾你去參觀啦。咁咧記住要食一間餐廳，呢間餐廳咧係一個洞穴餐廳。你見佢一入去咧冇乜特別嘅，但係入到去咧，哇，係一個山窿啦。喺唔同嘅窿入邊咧係有唔同嘅台啦，跟住你一定要去幫襯佢嘅廁所。我諗佢嘅廁所係我見過咁多嘅廁所以嚟啦，最有特色嘅一個廁所。最後一站就係 Segovia 啦，梗係要睇下嗰條1000年歷史嘅羅馬水道橋啦。企喺下邊望翻上去先知，哇！原來係咁巨型。古羅馬人咧真係好勁，以前冇水泥都依然起到一座咁犀利嘅橋。當然啦，去到嗰度就食咗好出名嘅乳豬啦。哇！呢個就係我哋傳說中嚟到嚟呢度一定要食嘅 suckling pig。
哇！你睇下，好似啲肉都幾嫩，個皮係確脆嘅喎。好油。咁11日嘅旅程由葡萄牙去到西班牙。咁如果你都中意呢一種嘅慢活啊，食嘢為主，又唔使去趕景點嘅呢一種嘅旅行方式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啦。咁下次旅行再見啦！